摆是有真侪囡仔拢会过敏，但是囡仔佫真袂爱食药啊，是互家长真头疼。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小儿科讲，改善过敏无一定爱食药啊哦。都有一个4岁林小弟弟有气喘甲过敏性的鼻炎，嘛正熬感冒，伊只要食药啊就会吐出来，所以医师就改用儿童推拿的方式，按摩囡仔穴道，佫来膏药包内助气，结果真有效。囡仔毋但较袂感冒，气喘嘛已经1年无发作了。由下往上轻轻推，但我推的速度其实是很快的。医师用轻轻的手法按摩身躯的穴道，代替食药啊。味觉真的很敏锐，所以基本上的话都是一直吐又吐这样子，所以变成很多东西都没办法吃这样。本来有气喘、过敏性鼻炎，又阁容易感冒，但即摆感冒次数减少啊，气喘嘛已经1冬无发作。医师是使用小儿推拿，甲一般按摩无共，会当产生抗体，增加抵抗力。那在西医的角度来讲，就是帮助循环的部分，我们加速身体的循环，让淋巴的循环代谢好一点。像是有一些手上的穴道，你去按摩这些穴道，其实它可以促进肠道分泌一些那个激素。医师讲，这种推拿上适合学龄前儿童，只要超过2个月婴儿就适用。除了过敏性的鼻炎，对消化道问题嘛有效，会使用这药包来辅助，互不爱食药的小朋友有另外一种治疗的选择。